講慢幾分鐘，我係老馮，呢個係講慢慢傾嘅新節目，希望用呢幾分鐘同大家回顧一下新著龍虎門嘅經典或者係驚嚇嘅劇情。而呢集就係第3集，老馮想同大家研究下參幫嘅歷史。喺新著第109期，阿微良就揾佢契家佬粵聖史探聽下參幫嘅事情。跟住阿黃phục虎就鳩噏咗一段關於參幫嘅歷史。黃phục虎話200幾年前明朝就滅亡，跟住滿清入關，明教亦由盛轉衰。明教嘅揸 fit 人陰雄就帶住個寶貝女陰青青着草去高麗，然後陰雄憑住佢嘅武功5年之內稱霸咗高麗嘅黑道，建立咗陰世教。期間陰世教有件打雜金必勝就中意咗阿陰青青，於是呢條戇鳩仔一條友戇鳩鳩咁走入去深山野嶺，揾咗2碌千年人參作為聘禮，最後成功成為參幫嘅駙馬爺。而事隔20年之後，陰雄就呆咗，由佢嘅女繼任成陰世魔后，然後陰青青每日都比一頂綠帽金必勝戴。咁金必勝作為一個男人，當然忍無可忍，所以佢就偷走個2碌千年人參，自立門戶建立咗參幫。跟住唔夠5年，陰青青俾人做瓜咗，參幫順手吞併埋陰世教，成為高麗嘅第一大幫。然後時間就跳到1895年，日本成為高麗嘅宗主國，跟住金必勝就同日本勾結。而根據黃phục虎所講，金必勝70歲終於生咗粒慈姑椗，亦即係後來嘅參聖。而根據黃phục虎嘅憶述，到咗公元1945年2次大戰結束，參聖亦都已經有50歲啦。嗱，聽到呢度，唔知大家有冇發覺到呢段參幫嘅編年史出現咗好大嘅問題。首先，明朝滅亡應該係公元1644年嘅事，如果以公元2000年嚟計，應該係350幾年前。阿黃phục虎竟然話200幾年前，佢可能冇讀歷史。而就算明朝由盛轉衰嘅過程係需要100年時間，咁當陰雄同陰青青去到高麗嘅時候，時間都應該只係公元1744年。然後陰雄用咗5年時間稱霸高麗，跟住金必勝攞咗2碌千年人參做聘禮，成功做咗陰世教嘅駙馬爺。而再隔20年之後，陰雄蒙主寵召上咗天堂，陰青青就開始派綠帽俾金必勝戴。唔知過咗幾耐，金必勝終於忍無可忍，離開咗陰世教，自立門戶建立咗參幫。而去到一個準確嘅時間點，就係1895年，當時金必勝係70歲。假設金必勝娶阿陰青青嘅時候係20歲嘅話，咁大家不妨逆向咁樣推算一下，陰雄同陰青青去到高麗嘅時候，應該都係公元1840年左右嘅事。當時中國係滿清嘅時候，當時嘅皇帝係道光皇帝。咁經過老馮嘅精密頭腦嘅分析，成件事只係得2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就係陰雄同陰青青去高麗嘅期間遇到時空嘅裂縫，於是2條友戇鳩鳩咁穿越咗200年之後。咁第二個可能性就係黃phục虎同微良所講嘅參幫歷史，全部都係黃phục虎嘅鳩噏。但係黃phục虎冇理由鳩微良㗎喎。所以最大可能性係黃phục虎個腦有問題。而事實上，老馮呢個推測並唔係子虛烏有，係有根有據嘅。
因為東方無敵曾經打咗黃伏虎個頭一掌，導致黃生個腦嚴重受損，所以佢將參邦嘅歷史記到亂七八糟。實際上應該係受到鴉片戰爭嘅影響，搞到陰紅同陰青青着草去高麗嘅。好啦，今集關於參邦嘅編年史就講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希望大家 like、追蹤、share、訂閱課金睇廣告。而今集就講到呢度，下集再同大家見面，拜拜。